3房嘅月供1800，單價5500；4房嘅月供2200，單價5700。呢度係東城中心位，文字你諗到嘅配套，步行都可以去到。94房嘅3房2廳2衛2個陽台，精裝修家樓，總價518000，首付78000，月供1800，3條8，祝你蛇年不過周潤發。4房106房又係精裝修，總價613000，首付93000，月供2223，咁就祝你遇到困難都變得好簡單。文字嘅第3期真實嘅航拍，咁樣嘅地段，有興趣嘅老闆就關注私信我將詳細嘅資料打包發晒俾你，或者評論區發隻8仔，一樣將資料打包發晒俾你。24小時5蚊交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。呢個係吹水嘅。依家係睇緊3房，吊櫃地櫃安排到位，仲有預留冰箱位。你見到嘅廚房3件套，呢啲都係有嘅。呢度都入唔到你嘅法眼，就入嚟我主頁，仲有大把推薦。讀書去蓮塘小學，東城1中，賣菜去蓮塘市場，食街行飯去繽紛廣場。呢啲配套落樓步行輕鬆到達。睇到呢度幫手點個讚，祝你蛇年大吉，撈乜都得。睇過對價格唔滿意，一樣可以關注私信我。其他樓盤一樣有辦法。3間房都冇遮擋，通風採光唔使講。向南邊淨係2間房，起碼個朝向唔會俾人講。所以關於清遠房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